什么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破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谁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洪武段将人独占飞龙大地，3000武士死伤数百。段强人士甲高将难明，架线占撇路。哼！卢新良左右乱世闪光人。这个时阵，卢新良沉着太极，闪光人也唔敢轻易出手。卢新良，你是我今生所看最美丽的女人，我唔敢杀你，但愿你珍惜生命，与我共度此生。世间的小人，飞龙大地要线，祸害卢新良落寞，一两个商量，一我一个妹一个姨妹按你最近的消息，飞龙大地向天下宣布，你们斩杀苏阳门。苏阳门在哪里呢？大年头啊，成长20号起来做啥会？铁去啦！罗城大年头啊，飞龙大地你讲，罗命客拢是苏阳门啊。最近罗命客好带真济个中原的这个汉药材啊，入这个无帮所在，咧医治病人，伫咧救生哦。也呢，这个飞龙大地好派人直直甲伊骚扰，直直甲伊阻止，直直甲伊打劫，唔是安尼尔了，限这个多命客3天内爱离开这个无帮，否则就是要甲伊斩杀。这原因何在呢？大年头啊，你也敢要讲有3集？哈？唔好啦，头拄还要南花一啦，即马这要阮某做回来，阮某打生6、7天尔哩咧。铁去啦！落力大年头啊，赞！迄原因真简单啦，因为啊，你伫咧爱苏阳门，这飞龙大地真薄幸，真野蛮，非真法不可啊！了，好戏来后头了。去边大地，一张战表签的关系，进上来。哼，什么是乱世闪光人？无名之辈，将武士听着。乱世闪光人下了战表，今夜要来断我一臂，殴我一眼。恁大家要谨防慎守，如我有不测者，这个无白800里的江山落在他人之手咯，布丁太监。家亲人情，闪光一闪。3名武士大小倒地，闪光再闪。2名武士全身发落被烧死了，其他武士惊得魂消魄散，落荒之途。闪光人，我甲你说完手，
你为何向我挑战？哈哈哈哈！你失败，让一个人快乐，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废话啊！无面出来吧！无面出来！你无资格看我的真面目，请你看空中吧。鬼手我目睭救命哩！什么工人救命哩？将回龙门封闭，否则连你都无性命。是了，我好封闭，我回龙大帝失败，我会封闭我回龙门啊！大地就变小地，你偌大地啊？迄大地变成大地，大地就变小地。我的目睭啊！向高兄甲你黄去啊！我的手向狗甲你拖去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药啊满满嘞吼。啊，若是会听较苦煞，会死也就煞。真结实我要安怎？安怎？有种人要安怎？吼，你看你人会吼，专业杀性，专武术，一段扬声在要杀性书言文，扬声在要耍女神龙女魔啊！你想在要杀书言文，迄简单讲起来，你就是叫做迷茫啊！啊，若想要耍可爱女神龙女魔，简单甲你讲一句，你是扫头黑毛，想在要练天牛嘛啊！对，一根脚才用我一根脚，记阮啊！啊，你牺牲一支脚，啊要接互恁阿公，事后你唔通后悔呢？我前辈，我袂后悔，我袂后悔啊！迄下尾唔通啦，千万唔通。为少年人下尾为国家效劳，甲为社会打拼的时间较长啊！啊，伊若讲下尾100讲一回，迄特别死的人，迄剩一脚嘛是无所谓啊！我阿公虽然100讲一回，不过伊的精神甲伊的气魄比我较好，而且伊身体还佫真健壮。伊98岁就是去掠这个食人的猛虎，99岁斩死1000年的狗粮，救了无数的民众。大家就是要为着答应，所以才称呼伊是文主公啊。因此，我应该互我的祖父活了200岁，活了300岁，甚至长生不老，安尼施行孝道啊。你牺牲一脚奉献孝道，恁阿公的身体若完整，这是你的愿望，也是万众的愿望。安尼好，牺牲小我，完成老我。哈，那就你还要定讲唔对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啦。啊好啦，凊彩啦。啊，但是安尼哦，玉云啊，你就要请恁阿公来这个所在，大家商量吼。安尼恁阿公才袂恶意啊。好。我请我的祖父来这个所在商量就是。老师啊，哈哈哈！那为什么做心息？是安那？你讲下尾鸟鼠啊？我讲老鼠啦，讲鸟鼠。安那老三？我认为你做这件工课，食力兼歹看。是安怎呢？食力兼歹看？哎，啊！你站少年一支脚斗互老的，也毋是共款啊，偏偏毋是欠一支脚。嗨，老三，你拢毋知影我的忌讳人啊！我即马斩祭魂这个脚接互因阿公，这个祭魂官安尼接好，然后我才要用这个人教的脚接互伊祭魂啊！安尼岂不是两全其美呢？嘿，实在头壳有够好，个大你才知，也是讲安尼啦。啊，到人教伫倒位？白雪领一只个雪丸，像人很大只呢，迄脚真赞，真好用啦。也掠人教是有问题啊无？迄就要看我啦，真勇敢，个大你才知。
哦，老前辈，哎呀，老前辈，哦，迄个用拐啊，咁样牵两腮，恁这班空手爱管我的营啊事，恁来讲安尼啊？迄是恁孙啊吼，迄片的好心感动着我呢。伊若无，我咧管你这个水杯车咧排几队，还要安那？拖西连，一支脚去拖咧拖咧。这甲恁有啥物关系？祖父，无论如何，你要接受孙儿的恳求，你互回完整的身体，我牺牲一骹不要紧。大家拢希望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，这是万众的心愿。有够咸啊！轰动，太轰动了！啥物咧太轰动？啊，等我药拢准备便便啦，啊，这手术刀啊拢总好势，啊，机啊拢总拿来哈。老三啊，甲看好啊，啊，准备要来站骹。啥物？你若是当着我孙儿一支骹毛，我就甲你拼！拼啥？拼啥？哇！啊，两个拢总交分起来呀！哎，啥不然呢？你咧，迄个手术进前哦，爱先甲买回倒回，唔知人啊，安尼来改断足，伊才袂请你咧。嘿，怪老祖你真高明。迄大家拢嘛安尼讲，赶紧甲扶入来内面。好，有一个手术，我还要答扶。嘿，老祖你真是花刀在世。看到你就来，还要乐意重生。迄大家拢嘛安尼讲。两个啊，老三啊，恁两人爱看守这间厝哦，千万唔通互别人进入呢。迄细菌啊，感染呢，啊卡都袂好。我知啦，两个来注意啊。我还要知。听说有一个怪老祖叫做神医魔琴，非常出名。迄就是吴爱国。最近斩纪魂的脚，接面阿公的脚，我哪里就知？杀！自手。爱拍人的人会变成被拍。想杀人的人会弄成人杀啦！哼，你这个女无赖，敢在本座面前出声！来呀，连这个无赖说杀啦！下来！无情流氓，甲拼落哈！双方发生乱斗，空中闪光又出现咯。我们的文人都得哀叫。哎呀，退！哦，走啊！哼，何定神秘人物，输出消法，伤害我徒，赐我一口恰灵宝刀。哦，这个报道有够赞的对，迄起的事有够无常识啊！我这落雨天的单雷公啊，遐空中甲地拢总会引电的哈。啊，伊讲举迄款报道是五金铁器的物件哦，迄个引电的，好举平管安尼射死你吼！啊，引电怎啊电一个哀爸叫母的，无死上加在啦。啊有影啊，多谢这位女侠的相助。顶是我就是中原来，我叫做老三啦。啊，苏彦文就是我的妹婿。好，苏彦文，甲你的小妹真好摸吗？是安尼啦，因两人情投意合，啊，可是啊，因两人见面的机会足少的就对啦。另妹太可怜啦。啊，袂使安尼讲啦，鸡互鸡对鸡飞，鸡互狗对狗走，啊，若乞食嘛，都爱甲伊排家己斗，看对毋对？如果你的妹婿若是再娶第二房呢？啊，阮小妹伫咧讲啦，讲家人家福气的啦。哦，女侠啊，都是这道闪光安尼闪一个尔，这个报道全来去互打落来你咧。到底这毋知是神也是人？我是乱世闪光人，迄口恰灵宝刀送女新娘做订婚礼物。
世间的小人，世间的小人。哎呀，说唔知影派你当搞小人，我迄个小人，我迄个小人哦，龙因为母林形成四角恋爱，什么四角恋爱？啊，女新娘伫咧爱慕女人门，啊，相公人伫咧爱女新娘，哎，啊，咱毋才三角尔，啊，女人门，苏阳门安那？女人门爱，哎，苏阳门爱上。女人门爱因某，安尼多四角。好啦好啦，算讲你这个真假仙搞婉转啦啊！真假仙听令。老三你是哪种形象呢？啥物？我红兵管你这条乌猪啦！听令。哼！现在怪老主为了要救人，需要白雪领一只的这个雪丸啊！你必须在半个月以内将这个雪丸给掠来交，或者砍头。准的无命，啥话都准无命啊！准无命是安怎准无命啊？你唔敢玩笑？唔是啊，老三你无眼镜啦，人我是讲准无命，迄是烂摊鱼的胃口，烂摊鱼的气口，啊！你讲较明咧，准无命，又搁讲准无命，唔是啦，准无命诶。老三啊，你管真假仙，管到你好势好势。万我闻读世主随头送去所谓何果？哇！这个乱世闪工人真可恶，我真被忠情听说。乱世闪工人是我无人岛联系事，但伊毋是我的文人，便多尽力抗他协助，收治中原军劫。多谢大武尊，请入先帮太地吧。多谢。请问大武尊，为何点灯结彩呢？是我的徒弟结婚喜庆啊！领导结婚，对方是谁？在炎下救回一个孤儿，名叫苏彦文。苏彦文，咱的大敌，咱的大敌。苏彦文是我的徒弟洪松礼所讲的，但是迄个少年自称伊是金飘梅。是金飘梅，也是苏彦文，我一目了然。如果是苏彦文，一定要甲收徒弹杀。怎样讲？因为苏彦文杀害咱的族人不计其数。将房外看对堂门入去，看是苏彦文，也是金飘梅啊！叶问，光阴如箭，咱在西河阿伯已经是10年外咯。姑娘，我毋是苏彦文呢，我是金飘梅，毋是苏彦文，而且你毋通误会。来这个所在真安全，而我的师伯一向视我为女儿，啥物事伊拢将我的意思，你毋免惊啦，吼。苏小主，我唔对。我后面有人，我出去看卖。师伯这么暗呢？错对因联络，哈？啥物错对联？伊是咱的大仇人苏彦文。如果若是要甲伊杀掉，会引起族人的不满。是啊是啊，姑娘你生做遐尼水，何必急加收人呢？该死的妖头啦！双方一句不合发生争斗，这个时阵吕伯君出现咯。强迫吕伯君到底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我的苏买吕伯君到位了，大家出手哦！寺庙有何指示？无体的贱人！洪崇礼，洪崇礼，哦，你是个可怜。
师妹，你真博，你真残忍，师妹啊！你拍死你的徒弟，你有够残忍嘛！师兄，你不是我的师兄咯，你是叛逆者，该听！三日咪路不管我，你誓不容你吧！呀大武尊当路不管形成东门主道路。三国的新宝文公羊，竖起的新翠水门。不能强盗碰到乱世闪光人。三国的一命，好好爱在路。洪武之啊，断肠人又出现，你要地下斩恶路。成功失败，变幻变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行困难，身心杂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把半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过赞。人命运袂当共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乱世闪光人挑战洪武断肠人，勇勇勇，强手对强手，落死随手呢。请看古朝的俗集，苏阳文一如新娘。